下扶起劳模型3鞠躬礼前倒立鞠躬，再鞠躬，3鞠躬，坤倒立鞠躬，再鞠躬，3鞠躬。说你是要做功差不多了，我是来自超我泰国道具。那我们现在好，请坐下。各位姐姐，咱今仔日受你咱的疲劳变无用，那或许今仔日就先代替你。好，那我们现在来开始看影片。有没有觉得进入状况的感觉？有吗？有。好，那今天或许跟大家来学习分享的就是家人成全。那我们这个荧幕这里可以操控吗？好，那首先呢，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白羊旗修道的特色。可以说是我们从进入道场之后，就觉得说我们莲师讲师整个道场就跟我们讲说儒家应运。那儒家应运就离不开我们，就是在我们的家庭里面。那圣人监督就是我们白羊修道的特色。过去古代修行都是抛家舍业，都是一要离开家庭。其实我们现在白羊修行的特色，也是我们的考验，对不对？因为太舒适了，所以说我们从我们的前辈历代祖师都是一样抛家舍业，包括我们的最近的我们老前人都是如此，就可见说圣人是把修行当成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事情。那么老师也跟我们提到说道化生活才能改变这个世界才能净化这个人间。所以说我们道化家庭确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道中很多的点师很多的讲师前行人道化生活，只要他能够融入他的生活，是他在圣环是都是非常努力的。所以说圣人跟我们讲的天下利源自于道。所以在这个，尤其在我们这种现在的社会，积灰城市黑白不分的时代，确实是要以道来净化我们的人心。好，那首先跟家庭成全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我们的家人也是众生，对不对？对吧？我们平常我们在推一周一日行去成全道心，那我们别忘了说，我们的家人也是众生，也是需要成全。那齐步走同步行，那有共同的理想跟目标。那我们今天要出来2天容不容易？今天2天的班出来容不容易？不简单嘛，不简单，对不对？如果你家里没有成全好，你先生在家里，太太要出来，容不容易？先生会比较容易一点，但是如果你没有成全好，还是一个怎么样？还是有阻力，有阻力。所以说有共同的理想跟目标，我们一起努力。那一个人修道跟一家人修道有没有差别？有差无？咱当然一个人要趁钱，甲规家伙拢要趁钱，有办法吗？无办法嘛除非说像我们有很多这个高薪的月入10几万、20几万，那另当别论。但是我们都是基层的上班族，那你一个人赚钱跟全家人在赚钱就差很多，对不对？所以说你看，所以一个人修道跟全家人修道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以利益来算，一个赚3万块就好了，5个就10几万，对不对？那你一个人，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人在修道，
那一个人只赚一个人的行功立德的功德，所以相较之下是不一样的。那齐家修道也是厚实前进的动力。可以记得我们今天参加2天，我也刚刚讲过，参加2天，如果太太不同意，先生要出来，会不会脚步有点沉重？对吗？会，对不对？现在回去会不会太太使脸色，对不对？晚上如果不煮饭，那状况就很糟，对不对？我们又不会煮，所以说这是厚实前进的动力。那家人也是最好的修行伙伴，所以你一定要把家人成全好，当为修行的伙伴。那重要就是树立修道的典范，因为我们今天修道，让人才，让后进的人员可以看到我们，修道原来是这么幸福美满，能够怎么样齐家同步，那你无形当中也是功德无量，对不对？让你在看到你就知道，修道原来是这么好，可以如此。所以说我们是也要树立一个修行的典范。好，那自我充实，以道为重。那我们推的5大主轴，经典教育。那经典教育我们真典师告诉我们说，经典是最接近文字的般若。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要自我充实，找一部经典，四书其中一本，我是背诵经典，是在自我充实，让自己的内涵有所成长。那读经典是不会退流行，不会退流行。所以说我们在读经典，你在讲课的时候，在跟人谈话之中，你就会增加你自己的内涵以及这个有这个深度。我们师母讲说，每天用2个小时办道，保证你成道。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有吗？2点钟有简单吗？每天呢？不简单吗？不简单真的是不简单。所以说你看，所以如果同样用2个小时，如果你每1个月，我们有很外面的说1个月缴200块，对不对？搞200块，对吧？无代志了，是不是嘞？我捐出200块，就统一集资，让人家去做功德嘛，对不对？你200块了就无代志了。那你如果是缴200块跟2个小时，你要选择哪一种？如果是效益是一样的，2个小时容易还是200块容易？200块容易嘛，对不对？所以说2个小时真的不简单。尤其你看扣掉我们，尤其是我们妈妈，对不对？晚上要出门一定要把自己家里怎么样打点好，对不对？把孩子都洗完澡、喂完饭，至少要出来要交给先生之前要怎么样？全部都搞定，对不对？如果你没有搞定交给先生当然你的气泡买了对不对那你还没有成全好之后还没有成全好，就是会有这种状况。所以2个小时非常的珍贵，因为我们一天才24个小时，扣掉睡觉、吃饭、上班、杂事等等，你还要加班，你2个小时简不简单？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那2个小时也不一定说你一定是来道场，包括你在家里，联络道亲对不对？成全道亲，只要你办道场的事情，都是在2个小时以内。所以说这是我们师父跟我们挂保证的那尊师重道，听师调遣能为团队加分，这是后学给自己的期许。所谓的人才，就是要尊师重道，听师调遣，能为你这个团队、你这个系列、你这个佛堂加分，那才是真正的人才。不是你一枝独秀，不是你才华洋溢，但是你在整个团队你是没有加分，那是你个人的优秀，没有办法跟团队来结合所以说我们要当人才，就是要如此，这是后学自我的期许。那配合道场的运作，就是要改变。改变容不容易？看到吗？过去我们都还吃荤的时候，对不对？我们还没有吃素之前，
我们现在改吃素，简不简单？不简单，对不对？好，那讲那个什么耶，这种动物嘛，对不对哈？那一下子要改变吃素，真的不简单。那我们已经吃素了，要配合整个道场的运作，整个道场的运作在我们点是整个大道场、整个区、整个书院、跟各系列，确实是不容易不容易。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改变自己的思维因为我们的智慧没有点的是那么高，对不对？我们的经历也没有点的是那么丰富，所以说我们配合整个书院的运作。那之前，而且在网络看到说全球成功人士有14种好习惯，然后也有说是3种习惯可以跟大家做分享第一个就是勇于走出舒适的环境。推荐我们如果没有来参加人才班，这2天也很舒服，对不对？你们来佛堂那些很舒服嘛，对不对？你可以想要做你自己的事情，你可以上网，对不对？你可以带家人一起去玩，对不对？可以去逛街，可以去逢甲逛个夜市，对不对？但是你今天来这里，怎么样走出你舒适的环境？包括我们过去在还没有把读经班推到社区、推到学校之前，其实我们都是很舒适，对不对？但是我们把这个围篱拆开，走出跟人群接触的时候，才发现说我们真的是一种挑战，对不对？但是我们等于是一直把这个很好的这种读经的模式，以开道的心态推到整个台中，甚至有一些道场在整个屯区。但是我们发现，以我们屯区来讲，跟上了其实寥寥可数，寥寥可数，可以说是有1、2个系列想要把这个读经班拓展到外面。很多有读经班，但是都还是以道亲为主，就是我设在佛堂，班学生就是以道亲的孩子为主，他们还怎么样？不愿意改变，不愿意改变。所以说我们点师昨天也跟我们分享说，10年前的正和跟10年后的正和一不一样？一样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当初10年前，我们的观念、我们的运作模式没有配合我们点师的步骤，那我们还是跟其他的友坛一样，还是怎么样？原地踏步，原地踏步所以第2个就是不怕失败，不怕失败我们修道办道，失败是很正常，对不对？因为我们这个有人说是屡败屡战战屡败是不一样屡战屡败就有一点唾弃屡战屡战屡败了是有一点怎么样？不怕失败的感觉那能适应这个能够适应市场，因为我们人是最不容易改变的，对不对？那哪能不容易改变？要改变真的是或许自我期许，就是说，如果改变会更好，我们为什么不改变？那你懂理吗？所以说我们人又很不喜欢改变。像我们现在都是科技时代，我们在10几年前，我们真点师就一直在推这种email这种方式，所以那时候我们也跟上了，那现在慢慢的道场又一直进入到整个科技，包括云端，包括智慧型手机都可以很方便。所以说我们现在如果我们要把脚步跟上跟道场结合，那我们的观念方式也都是在停留在过去。所以说改变真的是需要勇气。那或者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有一次在差不多4、5年前随着我们院长到日本，然后也就看到机场有一对日本的老夫妇，然后就看他们年龄几乎差不多70岁，然后就看他们每个人2个老人家手上都有一支 iPhone，各现在的4、5年前一个 iPhone算是
前卫，对不对？哦，后学弟也看到说，哦，日本人啊，不是，哦，一台至少要多少啊？2万多块吧，2万多块。老人家用 iPhone，或者想一想，不是，再思考一下，我们台湾的70岁的老人在做什么？各位姐姐，咱带阿公阿妈，咱带爸爸妈妈，起码在做啥？好啦，小朋友到安袂歹，无就看连空气嘛，以台语的连续剧，对吧？有时候就是看电视，有时候就被电视看嘛，对不对？所以各位姐姐，这是一个，你看，日本是一个学习的民族，我们也看得出来。但是我们会思考，想到我们自己台湾，如果我们家里的老人家现在如果能够用一台平板，你会觉得好不好？但是好像不容易，因为我们人都，尤其是我们台湾人，不喜欢改变。所以我们现在都在座的是年轻人应该是要跟着时代的进步，跟着时代进步所以说我们要真的要学习。好，再来我们来看，就是说一开始我们就刚开完马会都立了2条愿，对不对？还记得吗？众圣轻满，对不对？才华双思，那个班长记得而已你们没记得其实我们也没有众圣轻满，以道为重，就是众圣轻满，对不对？好，你给他评我写不看我们一开始都是重反轻声，对不对？对吧？开完华会之后，一开始都是重反轻声嘛。你会把说，今天有什么代志？我工作不做，我可以我想优先嘛。刚开始你可能不会，对吧？慢慢进入大堂之后，越深入越了解，你才慢慢会有众圣轻反产生，对不对？那最后我们就要全身无反，需要我们点师的精神，24小时都在办道，连做梦都在请谈，很厉害不？所以说我们点师是晚上在睡觉，脑筋还是在动好，这是我们要跟点师学习的地方。好，那成全家人的过程就是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学习的目标。而且我们是不是都是家里第一个人求到的？是的，请举手一下。你是咱到第一个听到的，放下来，恭喜大家。我们的使命很重，要成全家人。因为听说第一期的将官班都是非常优秀我们举手都是我们家里第一期的将官班要度化我们家人的这个重要的使命。那进入道场之后，你会发现说，我们会看到点师这个办道的冲劲，看到我们李点师家庭的圆满，看到很多讲师，很多浅显，很多优点，那我们就可以找一位自己来学习，对吧？那他这个点师为什么这个道路办得这么好？为什么家里如此的圆满？所以我们就可以找一个学习的目标来学习来学习，心中就是以这个为目标。那勤俭家人还是孝道为先。我们法会都听完孝道小孝、中孝、大孝跟大大孝，我们都有听过，对不对？人讲跋筊讲，人要跋就安跋较大咧，对吧？比一届就好赢嘛，对吧？那修道办道既然这么好，又能百年能够回天，那你不玩大一点怎么可以，对不对？你还玩这种小孝吗？当然小孝要了就是奉养父母吃穿，这个一定是要是基本的。那既然要玩，就玩大一点，对吧？把一全生命都把它压上去。过去我们点师今天提过说今天大爱对2点，圣凡都要压，对不对？我到时候才不会两头空嘛。但是你心有存疑的时候，刚转播那个对为圣的这一边嘛，对不对？就圣凡两边都压，圣凡并进嘛，对不对？但是我们点师他的志向是什么？你知道吗？
虽然是成家，要办清修的事情，看见没有？所以说这个点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典范。所以说我们既然要玩，就玩大一点，行大大孝。那我们五大主轴，孝悌家庭是排第一。那后学这里说，孝悌家庭要落实，要在三代同堂里面，三代同堂里面。因为现在时下年轻人都比较不喜欢跟父母亲住在一起，因为有很多的不方便。但是后学衡量过，其实利大于弊，利大于弊。在座也有跟三代同堂举手，在这三代同堂好，跟大家掌声鼓励一下。不简单，不简单所以说我们孝悌家庭真的要落实在三代同堂里面，那是最好的那种关系，那种磨合，那才是真正也是真正的修行好，再来是承上启下不等一颗苹果跟一个寿桃。那我们初一十五回来书院，回来佛堂，莲师都会发给大家一颗苹果，对不对？那我们发现说这个苹果好像很自然，对不对？好像来佛堂，莲师就送给我们一颗苹果世纪大典就送给我们一颗寿桃。但是我们一开始在成全家人的时候，家人还不同意、还不认同的时候，那这个苹果，那当初或许就要把苹果拿回去，就甲我阿母讲母这叶文珠特别交代要互你吃，要互你身体健康，要互你食饱哩。老大人听身体健康欢喜无？欢喜。你老人家最希望的是怎么样？身体健康。为什么我们会这个莲师来布的？今日互你，今日其实嘛无安尼交代但是我们就是怎么样这个那我们要运用这种谎言应该不会遭到天谴的这我们就可以莲师特别交代讲这一定互你吃，那种感觉是怎么样？不一样的。要经历过会注意到我可以关心到我这老大。所以有时候我们发现说老人家是喜欢被重视的，所以说我们回到乡下去看老人家，一定要听他讲过去，你知无？虽然大概讲拢迄出，你知无？但是你嘛要听伊讲，上好你就把手甲牵咧，那种肢体语言，你会发现说老人家他是很高兴所以大家两者目的没有什么，就是让他能够跟我们一起来修道办道。寿桃也是一样所以说我们平凡。再平凡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创造它的价值，让老人家他还没有认同之前，就已经喜欢上我们道场，喜欢上莲师，注意到他所以说这个都是可以可以来做。那分享佛堂的修道心得，一开始后学的太太是，因为后学他是不是道亲，后学都跟他交往，那勇气嘛真大先转节早晚都跟银宝师一个手蛮伟大的对吧？我们佛会节不是银宝师一个手吗？对吧？后学跟他交往的时候，他还没有求道后学下了一个很大的赌注结婚就是一场赌注嘛，对不对？赌注所以说，因为一开始他还没有，一般他是以家庭为重的人，但后学来佛堂回去，会跟他分享说，今天点师分享的故事，讲师跟我们分享的故事怎么样？跟他来分享，因为你跟他分享，他的观念跟脑筋会产生共鸣，对不对？如果我们来佛堂听，你没有回去，没有跟家人分享，那只是在你的脑袋。所以你跟他分享，无形当他的观念已经跟上，脚步没有跟上没有关系，至少他的观念已经跟上，不是观念已经跟上所以这样一直慢慢的。熏陶一直公司要到派天一直慢慢的熏陶他，让他的观念能够跟道路结合。那其实我们成全家人一个企图心，就是要齐家齐家是全家一起努力
但是也为自己的修道的前途来铺路，对不对？我们看到很多讲师，很多讲师，我要跑国内国外，好像都是非常的自如，对不对？我们想不想这样子？想不想？想到我们刚刚短信供出来想，我们就要经营，真的，因为我们有坛主修道是比较辛苦的，这个婆婆不认同，先生也不认同，真的很辛苦，所以说我也跟他讲说，你一定要做到家人没有话讲，那你要出来，你做最大的牺牲，最大的付出，能够换得修道办道的环境，一切都是值得，都是值得。为什么？这是我们的使命。所以说，浩姐当初就是我要让家人齐家，这种企图心就是要齐家，让我们修道能够越来越顺利。那如何成全长辈？这个善用这个节庆。对，咱老大人讲，老大人囡仔先对无？万无安少，无安少。就是我们书院在这个早期的时候都有办这个父亲节，母亲节，对不对？母亲节来就会有送礼物嘛，对不对？老大人我来家参加母亲节，又有送礼物，那人家会不会很高兴？来有物件好摕，他就很高兴，很高兴那个。好，这个照片就是我们旧会馆的照片当初我们书院还没有开始使用的时候，所以说我们会看到说，老人家给他来佛堂，又有吃的，又有东西可以拿，又受到尊重，老大人介意吗？介，但是我们一定要善用。那你处理过母亲节，只是你家同乐而已，但是你来佛堂那就不一样了，不一样其实母亲节的活动。这个双亲节，你看，所以讲，我妈妈讲起来就是迄种个跟着或许有一点辛苦的70、80岁的老人家上山下海所以说真的是，但是这都是累积他修道的动力一次两次不断的在学习不断的来努力所以说很多活动他都有跟上所以说施以恩惠，这样人家念小小的好处，他就很喜欢，他很喜欢那有看过正头吗？有看顶头吗？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被那个团长用瓶子打的那一个有没有？我啦，我领导那些看无后来他就跑回乡下他的爸爸又打他成天喝酒打他，对不对？后来团长就回去找他，对，在那个岸边的时候，他就用那个弹珠汽水以为他要打他，结果他在那段期间讲一句话，他说他希望被人家看见，对不对？他说他躲在那个三太子里面是没有被人家看见的，对不对？所以他希望被人家看见。后来这个团长就跟他讲说，跟他承诺说，他会让我们这个团不一样，对不对？就他才化解这个怎么样？这个危机。后来就是这样，让这个9天就是站上了这个国际舞台。那一样，我们老人家也是一样。其实老人家是在我们家庭里面是比较没有受到重视的地方，因为我们重视的是孩子嘛，对，孩子比较多，但老人家往往会忽略，所以你重视他，他就会重视你，真的会重视你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老人家怎么样，让他出现，让他觉得说他很重要那成年老人家其实是要让他参与为先，上课在后，所以你一下子不要把老人家送到长青班去那是适合老人，但是他还没有认同之前，还没有熟悉这个环境，你让他去上课，他就会打瞌睡，你刚刚讲够无聊，那你让他觉得无聊，你以后要成全他就不容易。所以说我们要赞美，还跟他肯定，
做小小的事情哦，咱跟我们老人家行对吧？你跟他赞同，你跟他肯定，他就很高兴哦，他就一直想要付出。好，那我们成全长辈也不忘了这个三思并进，三思并进啊，这个书院打扫哈、这个是其实或许有这么多照片，其实在10几年前就帮妈妈收集照片，知道吗？因为那个告别式那个回顾啊，有120张，就是或许10几年前就帮妈妈拍照做一些照片，因为这是或许的感觉啦，因为唯有如此才能够让妈妈能够怎么样啊，有一点这个生命才有价值，对不对？有价值哈、所以这个重建打扫，但是那个我们等下是个夫人小姐，张兄，你嘛拜托诶，你若讲80几岁，你不叫伊来这打扫，你知道吗？所以想起来也有一点残忍，但是真的，如果认真的想起来，对老人家是有没有帮助？有帮助。那是回天的粮食了，各位先生，你给他平常给他红包，给他钱，这些他都带不回去，唯有就是让他多行功了愿。那当然会做一宝书，你知道不？你3年嘛，让老人家沾光。哦，你看这菩提华会打扫，对不对？你前礼拜4就让妈妈回去打扫。当然不能让他爬高、爬上爬下，比较危险的，那我们就不要考虑。擦椅子可不可以？可以。太重很高兴嘛，对不对？所以说，如果他老人家想一想，应该是，应该还是感觉不错了哈、这参加你看拜年礼，你在家里一般的老人谁要跟你磕头跪来做拜年礼？所以我们书院推的时候，我们回去啊，除夕夜包红包啊，我们就是用跪拜。跟阿嬷跟妈妈领红包，我们都是跪着领红包，但是已经做了3年，去年就归天了，现在想做你都没有机会，所以各位我们一定要改变，真的你让改变更好，让妈妈，其实我们跟老人家跪，其实也是无形当中教育我们的子女，让你讲跪，我们不会吃亏所以说这个平安在庆生，就是说，我来佛堂是，刚刚讲佛老哟。所以你一般老人在家也是比较就是后来，然后一直鼓励他亲口，他跟后姐吃素好几年，我一直讲讲你嘛能对阮食素食对吗？但你一定要亲口，爱亲靠，或者他鼓励好几年，就发现症结点在那里，你知道吗？因为症结点就是在我的舅舅跟舅妈。因为从小因为妈妈是老实人，舅舅舅妈就是比妈妈还聪明嘛，所以在他的脑海里面，就是说他们的讲的话，是他对他来讲是很 care 的，所以他会说因为我舅妈都跟我妈讲说，这咱细汉就艰苦咱怎食老不食菜，对吧？为什么老人家受苦，以前受苦这样。好歹也要怎么样，大吃特吃嘛，对不对？过去没有的，现在都把它补回来。或者你看，讲了好久好久，那就94年，他说好了，那新冠我怀疑在嘛那时候还是前人老监狱。那你看，这是他回天的粮食，也是我们要成全努力的目标，努力的目标。所以说，也让他当堂主，你看跟老人家合影，那是多么殊胜的事情。你看当坛主，所以说他回去就是坛主，不一样。后来我们又等于是慈悲我们又加坛升为公坛，那老人家一起沾光，一起沾光。那最后再告别式，就是这个老坛主3个字。说你今天你没有当坛主，你没有亲口，那你就是老太夫人而已。所以说我们在这各位先贤，既然你要行大大项。就碗大一点，碗大一点，让老人家这个沾光，因为他只要亲口成回天，就不一样，就不一样，所以说老人家是身软如绵，印证道德尊贵，这是我们后续一直在努力的
那我们还会父母家人来行功，这个都是助缘，尤其我们现在要点灯，为父母亲来点灯，让他点灯会助长他的佛缘成熟，因为我们要多方面经营嘛，就是我们要给他三思并进，为他们来行功。那成全的顺序可以给大家做参考，就是参加活动，参与他才有感受，求道法会，参与进班，就亲口跟让他当坛主，所以说孟子说养生不足以当大事，唯有受食才可以当大事。你给他吃，给他穿，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是还是要存心中要有诚敬的心。那唯有受食，老人家100年之后，你要把他送到哪里去，那才是重点。送到 VIP 的那古塔吗？那这是大笑吗？那个不是。听说现在这个殡葬业做的很 VIP 那种那古塔，要价上100万都有，这个不是大笑。你看老人家100年要把他送到哪里去，那才是重点。所以说或许有一个信念，我要让你回天，我要让你沾光，就是这种信念。好，那如何成全他？跟他那一类或者讲就是成全另一半，那就是因为要成全另一半，一定要怎么样协助他做家事。因为坤道在乎的都是谁？孩子跟家庭嘛，对不对？在座各位坤道对不对？你最放不下也是这2个，所以说我们当先生的你一定要帮太太来做分担一些家事，这一点是跟我们李典师学的其他点是做得很好就是说因为这个不要误解，不要误解那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们要替他分担家事，你要请他来佛堂，他要把家事做完，他才能回到佛堂，对不对？你一定要帮他洗个衣服嘛，帮他晾个衣服，简单不？这简单的嘛因为我们做不到1/10，就能换得他轻松来佛堂，你困到安尼好无？希望天道安尼做，给我写鼓励者。所以我们一定要做了让他感动，让他觉得说你不是只有跑道场，家事都不管。所以咱做天道一定要家事要包进来，因为我拢包洗衫、披衫、露头卡，安尼会使啦可以谢谢谢谢所以恁先生比较安尼就谈到真的是师父的感觉。坤道是比较辛苦，真的。所以说他们前道走佛堂一定要怎么样？要协助太太，因为他要出来一定要把这些事情都做完。那特殊的节庆也不能忘记。婚前大家都是很甜蜜，对不对？婚前有没有很甜蜜有你讲无意，我是讲不甜蜜婚后就不可能甜蜜婚后你还觉得很甜蜜的举手。谢谢刚才撒票我们的孝悌家庭需要加强好，那真的特殊的节庆真的不要忘记。或许这等于说婚后送花比婚前还好，对不对？婚前送花是有目的嘛，对不对？婚后送花也是有目的因为要让家庭更好嘛，对不对所以生日写个卡片真的是不错第一个写卡片无重点，第一点你要肯定他的辛苦付出，你要把它写出来，你要肯定他，赞美他，最后希望你能接近佛堂，安内目的目的真的你肯定他那么多，才要求他来佛堂4个字，怎么有过分？没有过分。所以说你看他既感动又温馨，你说他会不会来佛堂？你个送一朵小花放在上面，我跟你讲为你做牛做马都愿意所以说结婚纪念日也送个花，不用多不用婚前那种999朵那种的，1张就够1张就够我们李典师还在门口摘1朵花而已我们这2次就感动得不得了
所以说当然一树一心一意嘛，对不对？其实或者就是说这个是可以软化的，软化是我们可以来做的，所以说真的我们需要改变。虽然我们不是双鱼座，但是我们也可以学习双鱼座这种浪漫，可不可以？会使做的是咱的成果是我们自己的。再来就是爱屋及乌，爱我们的家人，也爱另一半的家人，你说对不对？咱是带一个人尔呢，咱是带一个家伙，那了解其所好，那我们另一半喜欢什么？以希望逛街有另一半的陪伴，咱就陪去逛个街嘛，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如果在夜市看到讲师看到电视那卖艺馆还要实行孝悌家庭孝悌家庭因为看到就是比较希望有这种感觉嘛所以说其实有时候也觉得说能够为这个修道办道有加分，或者觉得说我们这样做都是值得的。好，那真诚、包容、欣赏体谅，最后我们还要坚持我们修道的这条路，修的这条路，我们真诚相待嘛，互相包容，互相来欣赏，互相欣赏我们李典师跟我们讲的五全五美加起来就怎么样？十全十美，所以说我们典师讲了很久没作为在我们个人，你有做你就有成果，那互相体谅，体谅他还没有来佛堂的时候，还没有跟得上脚步的时候，但是我们对道的信念还是一样的坚持。所以说这个国王与皇后，你知好几个讲啥？你一定要把你的另一半你把你的太太当作是皇后，把你的先生当成国王，你知无？因为你把你的先生当成国王，你才能当皇后嘛，对不对？你把你的太太当皇后，你才能做什么？国王嘛，所以说怎么样？互相怎么样欣赏？你要把你孩子当成公子、王子跟怎么样？公主，你才能当怎么样？当父王嘛，对不对？你才能当国王当皇后对不对？所以一直这样，或者就是说，如果我们跟尼泊尔比起来，真的我们就是国王跟皇后，对不对？孩子真的是王子跟公主嘛，对不对？你看我们不是孩子还小，都是每天接送孩子去上下学，对不对？那哪里讲？尼泊尔的人能享受这样子吗？不可能，对不对？其他你来找线香要行2点钟对不对？你爸爸刚好开车再来找线香，无嘛？所以你看，我们孩子真的就是王子跟公主，王子跟公主好，那如何成全孩子？当然，后学也是在努力因为我们要肯定孩子是因为修道而来。那假如我们今天要投胎转世，咱会选一个较好环境你会选去尼泊尔那很期待但如果我们有选择我们要去选择一个，我们不要选择这个凡业选择道场公案，咱会选一个这父母亲有平等的父母亲有诚心修道的那你会选这嘛，对不对？将心比心嘛，我们孩子来会不会选择我们？你买选这个这个家庭有等的，父母亲都诚心修道办道这个家庭来出席较袂退转嘛，对不对？所以说你看，如果我们相信这一点，那么孩子是肯定跟我们是有姻缘的。所以说我们要肯定我们在座的妈妈带着孩子来这里真的是不简单虽然他这里只是玩耍所以那也是奠定未来的基础，对不对？他从小就模仿那招泡尤其我们那个自如的孩子那经理都经常带他这里。我看这个书院，他的孩子都比我还熟两天所以他都叫我们那个林典师的夫人叫陈姐这个叫过来3、4岁光就那个陈姐，但大人叫陈姐，他也叫陈姐这也是非常好玩所以他即使玩在一起，就是奠定未来的基础
未来基础啊。那比如说有小天使班，我们弥勒日，你还是给我们开这么好的这个才艺班，我们要善用。那我们全家回来，从老中青上都有班啊，对不对？就是要哪里找这种环境，让我们可以起家，所以真的我们都要善用哦，各种营队哦。那最好的成全就是参与，让他参与。那回来佛堂要告知去处跟办什么事情。因为在几年前，后学孩子问说：“哎呀，宝宝晚上去哪里？我要去书院啊，去正友啊。”哎，秋姐觉得说这样还不够，你要告诉他说：“我去书院，那晚上我要开什么会，我要做什么？”就是告诉他，让他无形当中怎么样，他的观念可以跟佛堂连接，对不对？你说每次都来佛堂，那佛堂是很抽象，对不对？佛堂这两个字，但来佛堂。你有初一十五班啊，你有谈判班啊，你有开会啊，有中医师、医师班，很多。那你可以跟他讲清楚，让他了解，无形他的观念也会建立，好，也会建立哈。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请一位非常优秀的这个洪兄长兵啊，来跟我们分享，啊，他在工作之余，还有在甜蜜的负担之下，如何身板并进？什么是甜蜜的负担？走入家庭有了小孩之后，就有甜蜜的负担，对不对？哦，他有4个孩子，有看到吗？在这些细爷啊，秀的，哦，真的有嘞哦，掌声鼓励，哦，掌声鼓励，哦，而且少年人生细爷啊，工作忙碌又能这么细心办到，我们来听他怎么说，好不好？好，我们掌声鼓励。感谢天师德，感谢白水圣地不修行菩萨的圣德，感谢两师跟两师的厚爱成全。那也感谢张嘉欣藏师哈跟这个张瑞仁藏师，推荐后学。那也感谢张讲师呢愿意给后学10分钟的时间。那后学觉得说生4个小孩真的很棒，各位可以一起来啊。那后学的太太从26岁生到34岁，整整10年哦都在生孩子。好，后学是那个刚好上礼拜有同修家里有一点问题，那就去找那个灵修的哈，就是那个好像叫刘姐哈，然后后学太太还特地问一下旁边还有没有，那就是说没有了，好，4个终于生完了。那这个各位之前有看我们的手册吗？里面就有一个摩尔门教的资料，那是后学跟摩尔门教所做的接触，有看的举手。好，手放下，因为呢，这个后学跟张讲师讲说，原本是说20分钟，后来张师说东西比较多，时间比较短，所以只给后学10分钟。那后学跟张师讲说，这10分钟呢，要像101烟火一样的灿烂的哈，所以时间不多。那各位如果没有看，那就下课再看，因为里面有觉得说是这个摩门教他们的精髓。那摩门教他们传道。才不到快200年的时间，成为美国第4大宗教，因为他们做了一件非常棒、非常正确的事情，因为他们让他们的孩子成为传道强而有力的工具，但是必须透过教育。像我们看我们这个 PPT 上面，右边是我们常常遇到的那个穿着白色衣服骑脚车，你好，我是洪长老，可以跟你说几句话吗？有没有？对吧？然后。这个后学的店面就常常有那个摩门教，就很欢迎他们来了很多人，然后常常来，每3个月他们会轮一次，他们家一直轮。那这个过程是要说，有一次后学太太怀第4个的时候，她说：“哦，你可以当我们的信徒了。”我说：“为什么？”我说：“我们摩门教的至少要生4个哦。”哇塞，这样讲的，那你们怎么？我想起来说，对，那时候来过的5个人1年多以前来了5个了，今年要来5个。每一个第一次见面都是那些拿香，他们口袋里会放他们的居家的香片，拿出来，哇，我印象中对，至少都6个，有6个的，有7个、8个，没有低于6个的。他说我4个算是最低标准，说哇，那你们怎么养？怎么办法养大？他说很简单啊，我们讲爸爸工作，妈妈是不工作的，这样也能养大。那他们怎么养大？爸爸去工作之后，妈妈带着孩子
去到教会，然后有这些妈妈来做组织，煮菜也好，教才艺也好，做家教也好，学很多才艺啊，写圣歌啊，读圣经，这个课程教会会协助他们，安尼开钱不？就秀诶，啊是不是学了很多东西？真的，我遇到他们都很有才艺耶，会弹音乐，会弹吉他，会作诗，会唱山歌，然后能力真的是很好哦，跟我们现在的孩子真的不一样。那他们真的很严守戒律，他们不能够喝咖啡，不能够喝茶，不能够进游乐场所，咖啡那种什么麦当劳啊什么都不行，连进凉亭坐着都不行。他们骑脚车早上出去到晚上不能停，所以你只会看到他们在路边停下来，两个在讨论。你看不到他们坐下来。有没有我们郊区跟你拜访，他有喝过你的咖啡的？不可能啊、他们真的很严守教育。可是最重要是他们年纪是21到23岁，大1到大2、大1到大3的年纪耶，我们的孩子可以吗？哇，你看这个很优秀哎，他这样子经过2年，会经过几次的挫折，经过几次人家的拒绝，我可以跟你说几句话吗？有没有？这个年轻人受得起耶，他们的教育真的很好。那或许就去深入跟他们做研究，哇，或许的孩子就是要照他们的方式来。那我们给孩子奖励用钱好不好？不好，那或许都用钱跟孩子做奖励呢，但是或许就会非常好。怎么说呢？或许就跟我的孩子做了很多的安排。那我做了很多安排之后，我的儿子说：“爸爸，我一定要这样做吗？”我说：“你大概会活80岁到100岁。假设你活80岁。”我爸爸只期待我生你养你育你嘛，对不对？我只期待你在25岁以前听爸爸的指挥，听爸爸的安排。25岁、26岁以后你就自由了，这样子合理吗？有合理吧？我生他养他这么辛苦但25岁前给爸爸做决定可以吧？而且爸爸比较知道外面的社会，比较知道你学什么会比较好，这样合理吗？对不对？否则他们都有在这样划来划去，对不对？那我儿子也都觉得可以。那我这样跟我儿子安排，我的儿子呢，老大国小4年级，那我们看那个就现在是10岁、7岁、4岁、1岁，我们是很有这个很优秀，所以我们有优生学的观念，每3年生一个然后呢，我跟我老大讲说，他现在国小4年级开始，我们全家是住在佛堂里面，住在那个正则，就是中东伙食团里面。那你就跟大哥哥一起煮菜，从国小4年级开始学煮菜。到了国中，换他教老2煮菜。那到了高中，他们一定得搬出去读远一点的高中职并且在里面住进伙食团，或者是自己开创一个伙食团。然后呢，因为他已经学会照顾人了嘛，他一直都在照顾人了，那他就可以当团长去照顾人家。然后他们现在呢都会去赚钱，怎么赚钱？我都跟他讲，你如果今天一整天没有让爸爸妈妈生气，那隔天早上完全自动自发的起床，把衣服都穿好，什么都穿好，那这爸爸就载你去学校，这样一整天都没问题，你们一人有5块钱。如果说早上你还起得来，现在冬天，我们夏天都有早上读经，你冬天你还起得来，还可以读经10分钟，我就变成一整给你10块钱，他们很开心哦。然后他们还会做资源回收，做资源回收钱都是给他们的，他们还会收集发票，他们努力赚钱，为什么要努力？